各位評判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演講嘅題目係由精明消費到守護國家。呢幾個禮拜，我哋5年級一齊參加咗一個好有意義嘅課程統整週，主題係2038地球人計劃之可持續精明理財。我學到點樣精明消費，點樣保護環境，但原來呢啲日常所學同我哋嘅國家安全息息相關。先講精明理財。課堂上我哋學識咗分辨需要同想要，學識咗點樣制定預算，點樣做個精明嘅消費者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好好管理自己嘅金錢，唔亂使錢，我哋嘅家庭就會更穩固。當千千萬萬個家庭都經濟穩健，我哋成個社會、成個國家嘅經濟安全就會有堅實嘅基礎。維護經濟安全原來可以由我哋每一個精明嘅消費決定開始。再講可持續發展，我哋學咗5R 原則 ：reduce 減少使用、reuse 重複使用、recycle 循環再造等等。我哋知道要珍惜食物，節約用水用電，支持環保產品。呢啲行動就係喺度保護我哋寶貴嘅自然資源同生態環境，守護我哋藍天白雲、青山綠水，就喺守護國家嘅生態安全。生態安全係國家安全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原來國家安全離我哋一啲都唔遠，佢係喺度，喺我哋每一次精明嘅消費選擇之中，係我哋每一次節約用資源嘅行動之中。同學們，由今日開始，我哋一齊做個精明又負責任嘅消費者，用我哋嘅行動守護經濟安全，守護生態安全，守護我哋嘅國家。多謝大家。